在地人在地前來到南投的德山，有一場德好市快閃的市集，要讓民眾重新來認捌到德仔多元的魅力。用德仔做的戰鬥干樂嘛，真趣味。加除了有古早味的七頭米，嘛有真濟在地品牌，裡面食的用的到文創商品，攏總有。食的物件就是跟德仔跟孫有關係，所以我們就準備了這個竹杯，用竹子的杯子，然後可以裝我們的氮氣的烏龍茶。是老闆自己去砍，然後自己去磨，就是它因為很纖細嘛，然後有個氮氣的那個清涼感會上來之後，就會把茶的香味帶出來。這是林業跟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舉辦的市集活動，來展現在地德山業的多元性。在南投竹產業是一個最大宗的產業哈，那我們希望說把這個產業能夠繼續推展下去哈。包括講，我若要洗身軀，愛下燒水，然後用德仔啊，甚至要起火愛用米絲啊吼，所以德仔對阮來講是非常非常哈有感情的物件。這若結合德藝文創，佮有生活佮食食，讓民眾會當重新熟悉在地的德文化。